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医护人员注新冠病毒的预防下出现第一例不良反应的个案。北部某一间病院，一个40多岁护理师昨早起注射注了，规身躯起疹啊，搁来大心溃，医师紧急来抢救，送入去加护病房来观察。病院早起来证实这个代志，讲这是注疫苗了后5分钟出现的不良反应，冇按照着标准的流程来救治，这个护理师嘛哩早起平安出院了。传出北部一间病院40多岁护理师3月24日下注疫苗，无到10秒就出现急性过敏反应，规身躯起青毛，面红个肿，然后嘛肿起来，心脏跳真强。医护人员嘛紧介入急救，送加护病房。病院下发出声明讲，这个护理师是注疫苗过5分钟了后出现破心，急性过敏反应，无休克，嘛当场予以类固醇含抗组织胺。收治加护病房，今仔日下早已经平安无事出院。新冠肺炎疫苗国外的经验大概是10万分之1了，就是他的体内可能已经有一些现存的抗体会认识这个抗原，然后很快就驱动一个免疫反应因为免疫反应如果急性的免疫反应是可以很快驱动的。这一位护理同仁呢，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初步的研判呢也不属于严重的这个不良反应。指挥中心上新统计，到昨中昼有3288个人注疫苗，刚出现头一例带加护病房的案例，敢会影响大家注疫苗的信心？我只能说，目前其实还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值。整个原因的判断就要看指挥中心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有护理人员注射甲带加护病房，嘛有大家对疫苗小可无信心。